世界万项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真。各位敢知影这2日算做什么日子吗？川普就任100天，但是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或者是讲侵略乌克兰，犹原悲剧咧拖变。乌克兰讲要放弃领土来停战，但是阿爸枭雄无晴天，咱台湾爱安怎准备通回来避免呢？今仔日当事人乌克兰人来讲分明。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大家平安。那麼第二位來自盧甘斯克州烏克蘭人東海大學的學生科羅，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政大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連鴻儀，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政大羅西亞研究所教授洪美蘭。主持人、各位大家觀眾朋友，晚安，大家好。首先，咱就來關心羅西亞的總統普京4月28號宣布，為了要紀念着蘇聯打贏的2次世界大戰80週年，5月初8至初10會暫停攻擊烏克蘭。烏克蘭表示講，你要愛停火就愛真呢。唔通只是為着紀念遊行才來停火。俄羅斯總統普京28日聖彼得堡來發表演說，宣布和烏克蘭的戰爭喺5月初8到初10停火3天，這嘛是羅西亞年度的勝利日慶祝活動。基輔質疑講，既然要停火3天，啥若無愛隨停火至少30天，安尼嘛較好替將來的外交談判來鋪路。Зараз от знов чергова спроба маніпуляцій. Чомусь всі повинні чекати 8 травня。對普京雄雄宣布，會當看出羅西亞敢若對和平同款是有興趣的，但是這看到烏克蘭和歐洲盟友的眼內是有爭議的，嘛是美國總統川普當地拍拼，但是感覺愈來愈惡雜的部分。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和羅西亞的外交部長拉夫洛夫27敲電話，表示講，即嘛是需要結束戰爭。佢當中就表示講，川普希望的是羅西亞和烏克蘭永久停火。The president has made it clear he wants to see a permanent ceasefire, first to stop the killing. While he remains optimistic, both leaders need to come to the table. 克里姆林宮表示講，到時慶祝活動，普丁會邀請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內的國際領導人來參與。這段期間內，所有的軍事行動都會暫停，而且相信烏克蘭嘛會做得到。若是俄方無遵守，陸軍就會有充分和有效的回應。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咱看到這個新聞只是片段，其實這個羅西亞吼，伊攻擊的所在攏是，譬如講最近攻擊就是因為首都，伊直甲空襲貧民窟，貧民區。但一方面，我頭一開始就講，這個川普100日啊，伊本來伊也承認講我就任24小時，我來甲停 ，it's a joke， 這是滾生笑，但是伊即馬。國內這個民調對伊的外交啊，真失望，60%無滿意。老師，你安怎看待講，伊也無耐性啊伊也兩邊攏講歹話，攏講這個歹聽話啊伊煞來要安怎處理？若是萬不利，真正會停手嗎？按恁講是烏克蘭甲這個美國經濟來比較關稅來比較，應該是烏克蘭的問題。會當較早解決啦，所以咱看起來講，頭先有講到5月初8到5月初10，是停火，這個對普丁來講，大情來停火3日，後屆原來有法度個共款啦，為3日變成1禮拜，還是變成1個月，都有這種可能性啊，但是即馬就是講，川普伊過去這100天。唔驚這個外交、經濟、關稅，都處理了，唔是講足好啊。伊個線扭了上過長啦，箭線傷長啦。所以會再講，伊是差不多過去80天以來，
按讲为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对这个100日的总统啊，吼啊有这个做这研究啊，吼，伊会再讲是上佳的一位啊。80年以来，80当以来啊，吼，所以就是讲对川普来讲，伊这个乌克兰的问题的解决对伊足重要。咱知影川普差不多5月13，差不多2礼拜，5月13到5月16，伊要去到这个中东，吼。伊过去有讲到，伊希望甲这个普丁会当以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啊，吼，啊过去这100天内底，开始有影，就是讲美国甲这个羅西亞，美国甲乌克兰，当以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分做2組。哦，来谈判哦，100天确实有影有得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讲，袂再来攻击对方这个能源设施，还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哦。但是这个也阁无够，因为这个攻击啊，阁继续吼，所以对川普来讲，就是讲伊是毋是会当啊吼，照伊的愿望啊吼，伊100天以后无偌久啊，吼，咱知影差不多4月29日是伊100天嘛，吼，是啊，即摆已经这个机票已经是跳票吼，啊，但是希望伊会当甲这普丁紧来结束啊，这个乌克兰的战争。我看伊也真无耐心哦，伊家己的这个面册，这不是算伊家己的这个平台顶头写 Vladimir 讲吼，也就不清的名啦，说停手吧。每周有5000名的士兵死亡，我们应该尽快完成和平协议。哦，啊，结果普京啊，自己也说，这个俄罗斯选择停战，没有占领整个乌克兰国土，就是很大的让步。我要问问哦，科罗，你觉得普京说这个话，你同意吗？他说他没有占领你们全部的国土，就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这种口气，你们觉得咽得下这口气吗？所以问题是，他说他不要完全乌克兰，就是要那些他现在控制的领土，是这个问题吗？是。我觉得第一个我们都要记得，我觉得普京是世界上最大的骗人，因为我们从我自己来自卢甘斯克，所以我从2014年这个已经学会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人，所以完全他说不要相信他，这是第一个最大的骗子。骗人，对，骗子。所以完全他说，我不觉得我们真的要听他的话，因为这个我觉得，没有用，对，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我觉得就是要当他跟川普，现在这个最近他们讨论什么。有什么机会至少停火，可能不是结束这个战争，但是至少停火。然后，对，但是如果你问我，就是我们要对普京的话，这个怎么觉得？我觉得就是不要相信他，这是最重要的。现在有一种可能，很可能真的停火了。对，而且是用。把你的家乡，永远的变成了俄罗斯的土地，对，你能接受吗？还是说不得不接受？因为停止战争这件事情可能是迫在就是很紧迫。你觉得呢？我觉得我们还是乌克兰的政府，包括那个泽伦斯基不会接受这个。虽然当然，我觉得现在就是普京、俄罗斯会继续控制这个领土，包括我的城市卢甘斯克，包括克里米亚，然后那个被俄罗斯控制的南部。但是我们一定不会接受普京想要的，我们在我们的宪法说好，现在这些部分，这个现在俄罗斯不是乌克兰，这个我的意思，这个我确定我们不会接受。所以就是会像这个南北韩的状况，我们当然都明白俄罗斯控制这个领土，但是我们还是不接受
这个现在不是乌克兰，这个现在就是那个俄罗斯，这个我们不会接受。然后我也不相信美国的总统川普会接受这个。我觉得大家都觉得现在川普他是一个普京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们要跟普京一起分开乌克兰。我不相信，就是川普他是一个我们要记得他是一个政治家、政治人物。他的工作是讲话，但是讲话跟他做话实际的作为，对，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个我的意思。我给观众朋友大概我给观众朋友小解解哈，科罗哈，你是几年前离开你的家乡，离开乌克兰？我可以说从2014年，所以第一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从那时候我就离开，对，因为那时候我的立场我亲乌，所以我支持乌克兰，然后继续处在这个卢甘斯克非常危险，因为很多这样的很危险的事情。你的家人也都离开？有些离开，有些继续住那边。我的阿妈她还是住卢甘斯克。哦，你的阿妈现在在卢甘斯克？对。那她现在的状况如何呢？他们没有很大，因为他已经比较老，他们没有很多这个选择，他们就是已经比较老，没办法搬家，因为对老人当然比较难，他们就是习惯住他们现在住的地方，所以他们当然俄罗斯的政府他们怎么说？他们当然洗脑当地的人，因为洗脑，因为当然他们没办法现在看这个乌克兰的新闻。看不到，没办法。然后网络他们也控制网络，像中国他们也不让用那个 Google 还是 Instagram 还是 YouTube， 在那个地方没办法现在用 YouTube， 所以当然我的阿妈她看不到其他的看法，她就是每天都看得到这个俄罗斯的电视、俄罗斯的节目。然后我可以跟你们说，俄罗斯最厉害的是什么？不是他们的武器，不是他们的那个军队，是他们从苏联以前最厉害的洗脑，因为这是共产党的最厉害的部分，洗脑其他的人，他们的人。对。等一下，我还要再请教你，你可以准备一下，就是关于2014年以前，对，因为你现在大概30左右，我现在就是你那个时候差不多20岁，对，30。在2014年以前，其实我相信他们已经开始了这种所谓的洗脑跟宣传的工作。对，他们到底怎么做的？可以给我们台湾人有一点点启示作用。因为其实台湾有一点点类似。当年的这个乌克兰的状态，待会我来请教你。可以，好，对。刷了被请教了议长哈，延续他头我问这个林老师，这100天到目前为止是安尼，话啊拢放假安尼讲哦，你停手啦安怎？哎呀，无相信这不请啊啦，嘛俩这个泽伦斯基特别告等来边在恭维啦。老师，我赶快要问你，这是有法度啊，无法度，因为足侪人都真悲观的。应该来讲啊，对西方开始吼，一个领导者上任了吼，100天大家拢会去检讨伊啊，检查，就是讲伊原来讲出来的证件是毋是有实现嘛？吼，所以对西方的一个领导者来讲，迄是一个算真严格的一个考试嘛。即摆100天了，大家该看。尤其是咱即摆今日就是讲即个罗西亚甲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嘛，真正咱嘛有讲嘛，就是其实伊真紧的互即个罗西亚看起来敢若交穿破公山，罗西亚敢若拢真配合，吼颠倒是即个乌克兰的即个泽伦斯基吼，伫咧白宫的迄幕，大家我想应该印象真清楚，但是。继续过1个月啊嘛，将近1个月了后呢，伊突然间就讲啊，过来就是这礼拜吼，就是上关键的一个时机嘛吼。但是应该来安尼讲啦，就是讲对乌克兰来讲，伊到底是有想要搁继续谈判落去无？这才是我感觉才是一个问题上重要的这个点嘛吼。就是讲过去伊也当初是。拜登继续了后，伊可能有选择啊，就是继续搁战，但是是毋是会战会赢？这就要看乌克兰
人民甲伊的政府的领导嘛吼，啊伊甲即种选项尔，但是川普起来了后，提供另外一个选项，就是讲啊，恁会使在我的即个，甲恁两个牵绳之下，之下会使有即个谈判的可能性。啊，即马就是看你要选，你是想要继续搁战争，还是要选择要即个谈判要有一个好的即个结果出来。好，这部分，这其实就是一种选择嘛，这无啥物。那即马目前看起来，伊的政府交乌克兰的政府甲人民，即马看起来还阁是，我讲伊还阁是斗阵的啦，无分开，即个想法还阁无差足济啦。所以伊的政府目前还阁会使完全掌握即个乌克兰的情形。所以伊即马选择性就是伫咧即个总统的手头内底。但是即马出现着一种情形，就是即个川普讲即个。普京敢若是咧甲来骗，敢咧甲来骗甲装笑的，这种情形嘛，吼，就这情形。但是我会记进前，我嘛捌讲过，我讲普京即摆是咧享受伊交美国即个过程，吼，伊尽量甲即个时间拖较长的，因为对即个罗西亚来讲，对普京来讲，伊交美国会使讲话，会使谈判，美国会使邀请伊，我就有分量。对，伊带。伊的即个罗西亚的国内，伊的地位，伊会再提升，吼，伊使进前过去的10年，对，较多咱讲的，即自2014年开始的这段期间，你美国西方咧制裁我，你即摆嘛是到最后，你嘛是爱邀请我，所以过去10年伊受的委屈，以及即个时阵，伊会使甲即个罗西亚人民讲，你看最后美国也是需要我，所以伊是咧享。老师，你捌倒的文堂哦，伊咧享受即个过程，所以即个过程伊会尽量留较长的。但是咱嘛来讲，我讲即个川普伊的耐性有限啦，吼，不管是伊来手内吼，在美国内底遮侪问题，也是讲伊想要处理的问题，也是讲伊即马伊家己造成的问题，伊拢爱处理，所以伊即个物件伊无法度下足侪时间在顶悬，所以伊最后伊就讲嘛，吼，就是讲最后一礼拜。吼，这就是一个关键，伊是咧甲讲互上听，理论上是讲互乌克兰听的嘛。你到底是你有要谈和无？你也有，你就照这个情形，咱就继续行的。你也无，我就放手啊，你就是家己这个家己看你就家己看要安怎处理嘛。这叫有拜登是真喺支持到，伊即马准讲川普啊放手了，情形无共款哦。以前是有迄个拜登在甲支持哦，即马就爱看欧洲有。迄个力会使完全接受原来拜登互伊的即个资源，较输也无伊情形就歹啊嘛，都情形就较歹啊，所以即礼拜吼，我想可能就是互即个伊大家想个清楚，伊到底是要继续谈和还是这个就是放互即个放互煞对。是，安老师你来看咧，你来看泽伦斯基伊会安怎来选择？伊对我来讲。如果我若是伊，我会想讲，我若继续拍，我阁有本无？即我国内的少年人拢差不多拍了了，有诶拢走了了，这刷落去拍落去，无得甲佫损失佫较济，无得甲我的政权，我家己的总统都免做啊，敢会安尼想？老师，你想？对泽伦斯基来讲，伊即马即礼拜确实是足关键的一个礼拜啦，吼。为虾米安尼讲？其实川普会放手的，伊对罗西亚甲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伊即摆会讲出就讲恁若拢不爱安尼，我一定咧调啊，恁拢不爱放，我就放手。但是目前来看是袂，因为足关键的一个所在就是，我顶下有讲过，就是乌克兰甲美国上重要，川普伫遮要爱的就是乌克兰的天然资源的迄个。合议，这个合议到即马，泽伦斯基并无签嘛，吼，因有伫咧前几工一定美国讲咱一定因的迄框架一定拢出来，但是泽伦斯基到即马并无签，所以川普即马就是咧希望逼伊讲你爱伫咧即礼拜内底去签，所以这个部分对乌克兰来讲，就是我拄仔讲的泽伦斯基伊。上关键的一部分，佫加一块肉伫遮。对，无毋对，这就是我要要求一寡对我乌克兰较有利的部分，吼。但是这个部分对乌克兰来讲，嘛是会当讨到较侪什么呢？
我看我是真对伊来讲是无讲介意的，只是会当讨着讲，我伫咧即个协议内底，以后遮个资源我会当运用，我自由会当运用的，互我的国家会当经济个复建的即个部分，会当比例较悬的，吼。啊，但是过来就是你美国有分到遮个物件的时阵，是要安怎保障我国家的安全？川普一定讲啊，你也甲即个让互阮来遮投资，就是一个保障。但是即种保障对乌克兰来讲，毋是真正，因为咱知影外资伫咧投资的时阵，真正发袂使就浪港啊，对啊，就走啊，吼这对乌克兰人民来讲，并毋是因要爱所讲的迄个国家的安全的保障啊。所以即马是泽伦斯基甲美国伫咧即个部分，是来讲一礼拜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因为伫咧遮。对普京来讲呢，伊是安那会讲即马伊要先停火，因为即届的即个纪念日对罗西亚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但是伊嘛是照即种方式讲，我嘛有回应你川普要讲的要停火。尾草气方向。对，我嘛是咧甲你停火啊，有啊，我嘛咧停火啊，吼。所以这嘛是变做吼因为我伫咧但是老师，你判断普京敢有可能甲这食落去、吞入去，佮吐出来？无可能，无可能，无可能。所以拄啊，我其实伫咧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满周年的时阵，我的媒体杂志叫我写评论的时阵，我都有讲啊，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以后会变做啥？变做中东化当中啊，就是讲一直停拍拍，因为迄种像拄啊迄个科伦讲，对乌克兰人民来讲，这个战争对因是家破人亡，损失巨大。这个元首结落去了后，罗西亚甲乌克兰足歹化解，佫无讲以前就有足侪无共款的意见，甲迄个真支持遐。所以为什么我来讲伫满周年时，我讲以后只无乐观吼，拢是停拍拍。所以你讲即马川普你来停火，不停的顺手讲我有咧停啊，所以这对乌克兰来讲，这礼拜确实是。安尼听起来川普嘛无招呢吼。我问老师，安尼川普就无招啊，我都制服这普京啊。He's my good friend， 我嘛是对伊无招啊，生气叫伊 Would you rather 叫你停手啊，伊嘛无招，通好讲无你爱好啊，老师他讲会中东化呢。是毋是会当变做中东化吼？即个我可能有点仔保留啊，吼。因为中东化即个足严重。是啊，我听到哇。即个恐怖主义。我现在那个翻译我听。对啊，所以咱知影即个以色列甲哈马斯，以色列甲其他国家，所以对乌克兰甲罗西亚来讲啊，要完全的和平，这个是足困难。但是按讲要停火，部分的停火，这个是较简单啦，所以你有这个停战还是停火，但是你无真正这个和平的协议，这个当然有可能，对川普来讲，伊有一寡筹码啦，这筹码来讲对这个罗西亚制裁，制裁经济制裁，唔惊这个美国本身，个欧洲联盟其他的国家，所以阮也爱看这个罗西亚是毋是有让步到，互这个川普会当来考虑，安那来减轻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对川普来讲伊对这个罗西亚的政策，咱知影就是讲最近都有一寡足侪民调36%美国的民众有来支持伊，对罗西亚政策，认为讲你应该是来谴责这个罗西亚，应该这罗西亚应该爱来赔偿伊来侵略这个乌克兰，一寡的损害。但是即马唔是啊，即马就变成咱就讲，
两边都有责任就对啦，吼，就是讲正下战争会起来，川普就想讲因为这个乌克兰要加入这个北约嘛，吼，所以伊的想法已经甲过去足济，不管是拜登还是其他欧洲国家无共款，吼，但是不管是安那，这个川普伊介重要，伊以这个时间点，伊会当来推动这个乌克兰这个停战啊。按讲停战就我都来做第一个阶段，即马就当看伊的安全，乌克兰安全要安怎来保障啊？吼，即马就是讲保障就是讲，互这个乌克兰虽然讲无加入这北约，但是乌克兰伊的国防有完全的自主权。吼，伊要安怎来加强伊的国防方面？其他国家都来斗相共，吼，即种然后。或者个罗西亚会当受到即马限制。哦，这有某种的保障了哈。我给您翻译一下，刚刚洪老师所说的，说他觉得以目前来说，对乌克兰未来他有点悲观。乌克兰跟俄罗斯很可能会陷入中东化，像中东这样子打打停停，以色列跟哈马斯跟巴勒斯坦。然后有时候谈，有时候打，有时候甚至是恐怖行动。我们已经300年这样，300年。已经300年。300，对，所以这个不是，这个已经这样，对。已经这样。所以对你来说，像上次同样的有一位迪马先生，对他来说，我问过他，他说如果要你用换土地，把这个土地干脆让给了俄罗斯。然后来换人停战，他说他不要，他要战到底，你觉得呢？我一定不要战到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要当那个北约的部分 NATO， 对不对？对，这个是原因，因为我们终于要和平，我们终于要明天我们可以起床去上班去上课，然后不会看这个攻击，每天俄罗斯攻击我们。我们要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要和平，不是因为我们要当这个北约的部分，因为我们要继续攻击俄罗斯。我们都不需要俄罗斯，我们要自己的和平，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俄罗斯一直对我们这样，俄罗斯一直想要这个卢甘斯克、克里米亚，所以这样的意思。那你觉得，如果你站在泽伦斯基的立场，就是假设今天是你愿意跟他签说好，那这个土地就给你，然后我们来换一个永久的和平，你可以接受这种事实吗？对，这是我的原本的问题。这个土地给你是什么意思？给你接受现在控制被你可以，在卢森西我觉得也接受这个，他同意跟这个，但是我刚刚已经说过，如果这个把这个土地给你的意思，在我们的宪法，在 Constitution 写进去啊，对，写进去，那这样不行。不是这种事情，我知道大部分乌克兰人不会接受这个。不管我们现在已经真的累这个战争，我们不要继续打仗。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跟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每天都讨论这个。我知道大部分乌克兰人不会接受，不会同意这个。好，我另外问你，如果现在叫你继续打下去，现在到底乌克兰内部还有年轻人的这么多的年轻人可以投入战争吗？对，现在我觉得已经很少，然后现在已经很多外国人来乌克兰，你不知道可能这个，但是我妈妈她最近去乌克兰2个月前，她已经看到了Colombia人，所以南美人他们现在已经去打仗，这个帮我们乌克兰，因为真的已经不够人，真的已经不够。然后现在乌克兰的政府做一个新的政策，所以从18年现在18岁不好意思，从18岁可以去打仗，对，所以不好意思。但是在俄罗斯一样，但是俄罗斯一般来说有比较多人，然后俄罗斯有很多钱，俄罗斯一样，他们也在那个北韩。
中国人也帮忙打。对，帮忙打。中国人刚刚我们找到了这个中国的，然后很多非洲人，因为LOC 跟很多非洲的国家当很好的朋友。LOC 有很多钱，他们会找到人。乌克兰没有那么多钱，然后乌克兰也比较小，所以我们比他们，我们真的想要结束这个战争，但是也不会结束这个克里米亚跟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其他的，就是把给俄罗斯。好，那么如果是这样说，就是说好，那我承认你现在占领这些土地，但这些土地是我的哦，我不能写进我的宪法哦。对。但我总有一天我们要好好解决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放下武器，不要打仗了。你的立场是这样？我的立场是这样，对，差不多。我觉得这样，对，这样。就是好，先就地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不要再互相打来打去了。对，但是要至少什么小的，不好意思，不知道中文这个怎么讲 ，guarantees， 要有一个保证。对，保证明天普京不会再攻击我们，不然为什么？但你说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对，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很担心。我们很担心，如果川普他可以承诺明天普京不会攻击我们，那我们当然接受这个。但是普京是一定最大的骗子。一定，以后普京是世界上大的骗子啦。这要较相信，但是在譬如讲科伦，是某种程度是送样哦，就代表着乌克兰的心声，拍甲无人好拍，连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的人啊来做佣兵啊！这要相信不爱相信？甚至他洪老师讲，你来这个美国人来做保证啊，徛喺中央讲我来开采哦，控看所以伊普京袂拍阮美国人，这敢有效？较多吼，这个科罗讲到2点啦吼。第一点就是我想，足侪诶乌克兰诶人啊，拍3年了，我想因也无想要去拍，但是佫唔甘愿，已经迄个罗西亚咧控制遐个土地要安怎呢？总是若要解决，总是有办法的。用啥物办法解决呢？就共款谈判签一个叫做停战协议，莫去管到底这个领土是不是有损失去啊？对，咱莫去讲遮，咱就讲咱停战，就是像主持人讲的，就是双方针对咱就无需要搁继续战略。这种无，就是讲这个情形正像这个南北韩的情形啊，就是我停战的协议真呢。我莫去讲这个领土，就是讲乌克兰已经损失的，已经伫迄个罗西亚占领迄个领土，到底伊的归属是啥物人？莫提起，莫去讲这所以这就是完全是照目前的控制线，就是啥物人是不是啥物人咧控制，就照这个原则来讲一个。上重要就是双方莫搁迄个相战啊，就是双方来停战，这上重要这嘛才符合着可能乌克兰符合着川普来想的。我相信川普咧想的，伊可能也无想遐济，讲你两个一定爱签一个白纸黑字签了后，啥物人一定爱挂，爱挂啥物领土或啥物人，因为这真歹交代。拄着这骗子签嘛无效啦。但是我这边要讲的第2点，第2点就爱看。乌克兰伊的外交是毋是有法度去甲川普扭一摆？因为即马目前是川普较有法度牵制普京啊，所以较多即个科罗的即个同学伊咧讲伊上经讲我是毋是签落了？这普京明仔载伊反悔啊，所以这就是爱有一个人，你讲咱的想法可能足侪人想讲美国要做迄个保证，但是。保证人，但是上重要就是川普这个人，伊无可能，伊也无想要做这个保证人，但是伊有法度去牵制这个普京，就是啥样呢？就是讲今仔日卡苏啊，普京伊反悔啊，还是讲伊签了伊个这个就是个反悔，个对这个乌克兰来攻击的时阵，伊家己爱受到，就是讲美国爱有一个办法，互这个普京啊会感觉疼。这个是重点，所以你要用安尼来牵制伊，袂反悔，袂讲我今日签了，我就就像看到科罗同学讲的，讲我签了，我可能明仔载我反悔了，我去拍乌克兰，
安尼就无啥物意思，你签这就无啥物意思，签落爱有效，一定爱有一个，即个像较早大家想的是上正式的，用一个美国我就直接伫咧。伊个白纸黑字讲我是保证人，假使即个普京也反悔，嘿，我一定会，譬如讲我会出兵，我会安怎，但是川普伊无想要做，毋是有效无效，是伊无想要做这款啦，伊无爱做这款啦。但是你爱互即个川普会使，先是川普美国的利益爱入来，伊的利益爱入来，就是讲你迄个普京假使你也反悔，你违反你家己签的啫，你家己会感觉会疼。啊，美国爱听，安尼美国伊开始想讲要来介入，采取行动，对，伊开始采取行动来介入，无你，因为你 OK 啦，你即摆签就是代表你无迄个能力来，已经无法度牵制普京啊嘛，所以你要甲川普救入来，你要趁即个机会，这是一种我在我看起来是一种机会，因为我甲他讲啊，你也今日无川普起来，你就是继续拍。啊，你是毋是拍赢啊？毋知，但是你敢即个选择，你敢若继续拍。但是川普就你即马第二选项。你有一种选项啊，你万一你也感觉川普你真是无介意，你嘛是会使去拍。但是去拍我就讲啊，我就讲，交你也想要去拍，交进前伫拜登之下拍是无共款的。无通好休串者再拍。你就无遐，你的情形就无遐好啊。好，你当然你是个主权国家，你有法度选择。所以我来讲，这礼拜就是这个泽伦斯基，伊看要安怎选择，伊到底是要继续。谈判，趁一个川普也个愿意来甲大家协和，帮助大家坐落来，啊，签订一个合约，都无一定是迄个白纸黑字的，你的领土损失的迄个合约，你会使是一个停战的合约，啊，确实会使做到安尼，啊，佮川普的利益、美国的利益扭入来，安尼功德圆满啊，安尼就已经现阶段内底看会到，应该是算。较满足大家各方面的这个条件的一个好的办法。安尼，我要来问安老师，骗子惊啥物？我最近在网络顶头定看到，勇惊熊，熊惊，勇惊强，强惊熊，熊惊无天良，无天良惊无正常。神经无正常。哦，啊，这无天良的是普京，啊，这无正常的是川普，啊，所以骗子惊啥物？我在帮你问洪老师，骗子怕什么？哦，什么样方法能够让骗子愿意坐上谈判桌，然后来停火？拄啊，克罗同学有讲到吼，就是我头啊一个咧讲的，就是罗西亚甲乌克兰足侪年历史内底一个无共款的意见，这一定几啊年，所以拄啊讲几百400啦，对吼，啊，即马。个因为即个震惊，互因的迄个冤仇个愈过落，所以我是安那讲，伫个旧年时，我会感觉讲是中东化的原因就伫个遮，会停，但是无永远的和平的那拄啊林老师讲的，无可能啊，无可能，我感觉无可能。无解啊！就一定会拍拍停停，拍拍停停，所以我会讲的中东化的意思就是伫个遮。啊，那普京若不再激进呢？如果有一天，这个骗子落台呢？我感觉讲，这个问题唔是普京在不在位的所在，这是世仇，这一定是对，这一定伫个因的历史内底，因的迄个一定结落去啊。那拄啊，主持人要问的讲，啊，即马普京到底是要爱什么，才会当互伊了？其实普京嘛，即马咧拖要爱的是啥物？就是你解除我的经济制裁，经济制裁。啊，但是这部分是川普即马也无想要去动的。川普即马重点是放伫个乌克兰，你的天然资源我先摕到，吼啊，要互普京也要解除经济制裁这部分，伊可能还佫有一个，伊还佫有一个，还算无阿少调一对，还佫调一个，是安怎呢？无即个还佫倒掉。啊，佫有，这嘛是伊的甲。伊洛西亚要去谈判的一个上关键的所在，伊也即马甲这都放弃啊，伊都无啥物，都无啥物好来去对普京有啥物。所以骗子是惊讲伊的经济叫缩起来安尼。伊即马目前一定是挑伊制裁啊，但是伊希望这会当放零，会当互伊个会当甲美国的关系正常，那伊嘛会使个甲世界的，伊即马足侪贸易的部分。像迄个伊顶届就有讲过啊，伊希望因的农业化肥会当正常伫外口，黑海协议会当正常，送出去，对，会当送出去。所以这部分会当看起来是普京伊较在意的所在。是，但是我要请教林老师吼，
这按这两公安建落去，罗西亚其实这十几冬来元气耗尽呢。这刷落来，伊感觉搁较强着，搁有法度安尼徛起来。伊若是如果若川普，若落动手，经济搁甲你马上虽然放入去，甲你缩起来，伊无得较，搁跳墙，搁开始搁拍，敢有可能？应该爱看这个安全的一寡条件啦，吼。就是讲这个是毋是搁继续啊？吼，搁继续来讲，停一段时间，搁继续吼。咱头一小可有讲到，就讲20%的一寡的土地，吼，是这个罗西亚来控制，还是讲因为并不是这4个州。8%的控制吼，就是讲，这个有一种，咱像中国甲这个印度，还是印度甲这个巴基斯坦，叫做实际的控制线啦，吼，你是这控制，你军事有法度来控制，还讲以这个实际的控制线，这个冲突军事，会冲突的做可能性，吼，所以就是讲，一定。有一寡即个搁继续吼，但是毋是讲安尼完全面性，像即2022年2月共款啦吼。只讲即个川普有可能对美国来讲足重要，即乌克兰足重要。咱知伊的4月7日伊对等关税嘛吼，对等关税美国甲中国有人来报复嘛吼，175对125嘛。中国就对这个美国试图，就完全来禁运，唔仅是禁运，而且个利极的制裁，就是讲中国和这个韩国的一寡试图，你这韩国袂再将你试图的产品输出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的企业，所以也是讲川普有需要这个乌克兰。这个乌克兰会当来提供，这个美国一寡试图，这个试图的协议，这是对美国来讲真正是足重要，尤其是这个甲这个中国这个关税的报复啊，所以人讲安尼来讲，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对其他的国家，是对美国来讲，这个罗西亚变成唔是讲上大的威胁啊。上大的威胁，更较长的威胁，就是这中国的问题。所以就是讲这个像这个试图的协议，虽然讲是乌克兰甲美国之间啦，但是对美国以这个处理乌克兰停战，一个看别位啊。这真正是较重要。这个核电厂的安全，原来是同款。这个美国甲中国都希望这个核电厂会当安全来控制。扩散去哈。接下来我要请教您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当时候2014年，俄罗斯入侵了你的家乡，你的家乡确实经历了什么样的杀戮？你有亲戚朋友被杀害，或者是怎么样？他来控制你的这个家乡，包括你刚刚讲的资讯的控制也好，或者其他的手段的控制。所以俄罗斯入侵我的城市。对，2014年的时候。以后。对。你说有没有我的家人还是？对，或者是朋友，或者你听到的故事，你知道的。对，我知道很多。第一个当然是我的高中同学他被杀，那个2016年他被杀，因为他那时候打仗，那个反对俄罗斯。所以这是2016年。他反对俄罗斯。对。他怎么个反对？他是在街上。不是，他当乌克兰的军人。对。然后他上战场。对。
的上这种。然后我觉得最可怕的那个故事我听说，因为这个我从媒体听到了，但是结果我的阿妈自己也跟我说，离我们的家发生的，所以俄罗斯的军人他们看到了一个女生，然后她的身体上有乌克兰怎么说？乌克兰这个标志，乌克兰有一个刺青。对，刺青，然后乌克兰的那个标志，对。然后那个女生结果被俄罗斯的军人斩首，把头给斩掉。对。然后我真的我自己我不相信那时候，然后这个离我们的家很近，我的阿妈自己跟我说，然后这种的故事我可以说很多，然后我觉得战争开始结束以后，我们会发现更多这种的故事，所以我就是要跟大家说，这些俄罗斯人在我的领土，在我的城市，他们做的事情非常可怕的。我当然还想请教你，关于2014年以前，你可能17、18岁、20岁之前，当时候俄罗斯人怎么就在？因为我知道，其实顿涅茨克还是有很多人说俄语的。对，真的。他们的祖先可能他的父母亲就是从俄罗斯过来的，在19世纪末就进来的。对。他们怎么样对你们做洗脑，或者是做什么样的灰色攻击，让你们整个社会开始变得很吵架、很乱，然后很不团结，常常在整个社会感觉到很纷乱。大部分都是我觉得用这个从文化、从用钱、从那个也他们广告，他们真的给很多钱我们乌克兰的这个比较演这个 actors 还是那个singers， 所以然后这样从这个音乐、从电视，他们演员对，歌手对，然后他们也鼓励我们乌克兰的这个网红，他们都去俄罗斯，因为当然这样比较多机会，比较多钱可以。然后流量，对，然后这样他们分享就是他们的俄罗斯的文化，然后他们也一直都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觉得我们不是真的一个乌克兰民族，我们就是俄罗斯人，但是就是我们的乌克兰语不是真的语言，是一个口音，那个俄罗斯的口音，然后是一个方言而已。方言，对。然后这种他们真的一直洗脑，一直用这个方法让我们觉得乌克兰人，我们不是真的一个民族，不是真的乌克兰人，我们就是俄罗斯的部分。然后这个真的非常好用，因为他们真的很多人这样被洗脑。真的，然后包括在我的城市，包括在卢甘斯克，这就是现在我们也在乌克兰没有俄罗斯的那个电视，没有什么俄罗斯的媒体，因为当然他们继续洗脑我们乌克兰人。所以当时候，比如说以你的家乡来说，你们的民意代表就是比如说是议员，senator。对，something like that，就是或者是你们的 representative， 来这些人，你们所选出来的，是不是也慢慢的都被俄罗斯化了？有这种过程吗？就是慢慢的都是支持俄罗斯的人当选，是这样吗？对，因为对，而且在我的城市这样真的很多这种的状况，然后也很多，比方说学生，我们的学生他们也。就是我们卢甘斯克政府鼓励当地的学生去莫斯科、去俄罗斯念书，然后他们也给免费的，就是你可以免费去上俄罗斯的大学，比方说这样，然后这样他们影响。我也听过你们在台湾有很多台湾的我的同学，他们去中国这个一年，对我听过这种的故事，然后我不知道他们一年那边做什么，可能也有影响。Actually, I'm not expecting what you say. To me that，我其实问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讲到台湾跟中国的状态。当然，你既然提了，我再继续跟你请教，就是这个过程里头，你当时候心里有没有变化，或者是说你从小你的家里的就告诉你说，我们就是乌克兰人，我们就是说乌克兰话，你会说俄语吧？
我两个都会的。两个都会嘛，哈。对对对。那时候你怎么去认定你自己是乌克兰人？你的父母亲怎么跟你说？就不是从父母，就是因为我在高中念书，然后我念的蛮不错，所以我对历史有兴趣，我对那个就是政治有兴趣。但是很多人他们不在乎这个，他们就是会查看俄罗斯的电视，然后这样乌克兰很坏，俄罗斯很好，然后当然这样很容易被洗脑。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刚跟你说，他们怎么用这个？他们用钱，他们这个他们鼓励我们那些乌克兰人看俄罗斯的电视，我们听俄罗斯的音乐，然后完全那个文化完全是俄罗斯的。但是电视是什么？现在我们看一个 Netflix， 然后 Netflix 结束我们看新闻。那当然这样你自己不可能没有发现，但是这样你看。不知不觉的，对，不知不觉的，这是我的意思。对，然后当然乌克兰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这个，所以没办法做那么好的厉害的音乐，还是那么厉害的电影。但是俄罗斯有很多钱，所以他们用这个用钱，用这个他们的媒体影响我们乌克兰人，是这样的意思。你刚刚描述的都是你顿内茨克的状态，对，还是包括连基辅可能都有这样的？都有这样的，几乎整个乌克兰。因为之前我们没有这个政策，我们怎么说反对俄罗斯的媒体的影响，之前没有。而且从2010年到2014年，我们有这个亲俄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他现在跑到俄罗斯。对，所以这个4年真的俄罗斯做的蛮多这种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被洗脑，然后让我们被影响俄罗斯，对。就是因为这样，慢慢的就完全倾斜了。对，没错。所以当时候其实整个国家并没有人站出来，直接说不可以，我们这样子会慢慢的被温水煮青蛙。有些人有说，因为结果我们2014年有这个革命，因为我们不要继续当这样，当那个慢慢当俄罗斯的部分，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2014年结果这个革命，我们最后的革命，然后这个革命以后，普京决定入侵乌克兰这个克里米亚跟我的城市卢甘斯克。因为今日时间也是真宝贵哈我和科伦说给讲一寡最后一个问题我请教你你来台湾，那我相信你现在汉字这个中文你也都阅读的，不是多，但是有些，但是电视你一定有看，当然我看。好，那你也知道台湾其实也有一点类似的状态那么你可以给台湾人一个什么样的advice？你觉得呢？我觉得可以，就是当然要小心你看什么，要小心你听什么，你听谁，然后你有时候跟我们一样，你不知道你被影响，但是其实你被影响，什么媒体，什么你们的这个很大的邻国，你们知道我讲什么邻国，所以。真的要小心，因为我们也这样，每天都看俄罗斯的，听俄罗斯的，可能原本不知道我们被影响，结果真的被影响，所以这个是我的建议，要小心，要当聪明人，不是就是随便看，然后随便听，对，要研究这个你看什么，这个电视。谁是老板？这个电视的谁老板？这个电视还是什么人？他代表什么？他的立场，所以真的要小心。这个 information war， 这个是我的意思，要聪明。所以其实这包括你小时候吗？还是你的印象所及是大概几岁的时候你就不断的就有这种俄罗斯的影响在？还是其实你甚至你父母亲的时代就有？不是我的父母，我觉得自己就是当一个聪明的小孩，所以自己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这种的意思。对，然后真的对，从小时候有对历史兴趣，对政治兴趣。像你这样的年纪，这样的人，这样想的人比例高吗？我希望是高，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不确定，不知道。那包括现在在你家乡顿内茨克的人，对，
跑掉的就不用讲了哈。留在那里的人，有人就说不，我这样很好啊。俄罗斯人来，你看你们在基辅还会被轰炸，我都生活得很好啊。当然有，当然很多人觉得这样，但是为什么在顿涅茨克、在卢甘斯克比较安全现在？因为我们乌克兰的政府不会攻击他们，因为这样你也可以看得到我们不一样。俄罗斯每天都攻击我们基辅或其他的平民，这个其他的城市，我们这个3年我们一直都没有攻击。平民，所以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为什么安全？因为我们是真的明白生命的 value 价值。那俄罗斯人完全不一样，都不在乎。每天你们看最近这个基辅被攻击，然后每天这样，这是我的意思。啊，算了哈，我是想要去讲伊就，伊讲了伊真侪家乡的代志哈，但是对于这种国际形势，我相信老师。这国际谈判，你就咪知影，大家拢是种选择，但是这选择难度都无种选这个价值嘛，那价干那个计较安尼，这但是中东话这真可怕呢。我想，伊是当事者啦，当然有一点啊，这个感情，甚至是一点啊怨恨伫这个内底啦。但做一个政治人物吼，你是足侪人的生命爱受你的看顾啦。你看，唔是干那迄个一时的这个感慨啊，是讲这个悲伤啦。因为我较早讲啊，即你也。